突破了泰迪的封锁。这个变化球摆在比较高的角度，被扫到了右半边飞行距离还蛮远，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挑战大墙，结果打在墙上往回弹，这是一支安打没有问题啊。所以现在许基宏上二垒之后传回来，结果姜昆宇是被抓到了。刚刚这个球如果往外弹会是一发2分炮，但是是往球场里面弹的话，那现在要看一下林威助教练是不是来确认了。对他这边先有意见哦，然后再来看看捕手这边的位置。我们再看一次刚刚的画面啊，许基宏这个球高角度还能够扛得这么远的，挥棒的仰角是做得非常的大。没错没错，哇，那球打在墙上往外弹，它是弹回来。对，有没有？它是上面它那个是全垒打墙嘛？对，第2层这个对，还有一层墙哦。那下来它离它的位置就有一点好像没有，所以应该是没有碰到外面的墙面，是直接往回弹。对。啊，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要挑战了，要挑战了哦，这个就有算挑战了。对，所以刚刚这个手势是先确认，那许基宏的内棒不是全垒打，是一支2垒安打，没错。啊，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姜昆宇回到本垒了，狮队的球快一步到，还是他有先碰到本垒板？对，哇，所以邱吉恩先生是比出了 safe 的手势哦，所以虽然说全打没有要到，但至少1分是拿到了。球速2人出局，2垒上有跑者，走在比较低的位置，主审捡了詹子贤觉得不可思议，而且直接把帽子摔了出来，而且林威助教练这时候走出来了，对于这个好球的判决，中信兄弟相当的不满意。好，不过主审认定是一个好球的话，那就是3振出局，也要结束了3局下半中信兄弟的进攻。我们看到林威助总教练非常的不满意这个判决，哇，所以投手厉害啊！邦威是连续3局的安全下庄。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再回到这场精彩的金控大战。德保拉今天看起来也可以继续延伸他的投球局数哦，现在也在休息室里头做一些伸展。我这时候林威助教练是来到了场上，所以不知道沟通部分是不是在询问罗华伟的投球动作。但是我觉得他投球动作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叶江教练哦，那似乎是在抗议中信这边是不是在这个投手球棒的用具准备上面有点状况。我刚刚有一审似乎上来也是在提醒这个罗华伟使用那个止滑粉上面。林威助教练在上场跟主审讨论完之后，这回到休息室里头是老型仔仔，不过感觉叶江教练这边是有点不太高兴。刚刚在收音听起来，这个叶江教练应该是觉得说，这个主场球队准备的用具，那你现在又有一些意见。但他好像就是跟他讲说，好像在止滑粉的使用的方式。就是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哦，这边是直接把145。好，这球内野的滚地球，游击方向，游击手接到，哇，是山垒来补啊！哎呦，哇，哎有，还是有踩到啊！哇，但是又拉到了。哦，朱祥林，这个还踩得到吗？哦，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啊，跑得不太够，应该多跑个半步。哇，这个有踩到啊，厉害了。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延伸到最极限了。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该不会主审觉得
没有踩到吗？ 7局之后，哦，是主审自己要看。厚一点点啊。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我自己觉得啦，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好，这边电视辅助觉 out 哦，没有问题。经过第2次的确认，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还没。 哇，脚尖，一直跟在，哇，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呢。哇，这要请个宵夜。哎，这边叶总上来，这边有点火爆，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奥斗的判决吗？ 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哇，还是不满主审来挑战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 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就尽量不要再。通常抗议的话，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因为已经去看了。但最后判决是奥斗啊。对啊，是对魏全龙有利，可是他觉得，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 哦，在休息室。哦，是有丢头盔进来哦，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你观察，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权有利啊，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哦，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给丢出去了。大家跟他讲一下，不行。